再来关心这个好心肝这个诊所违规注这个预防车，除了讲要带乡亲来关心上新的进度以外，这个台北市的态度真嘛引起质疑。到底敢有和某一寡人有特权？这部分稍等下再来关心。先来看讲台北市台北地检署以证人的身份，传这个好心肝负责人柯金川，台北市卫生局疾管科的相关的科员人员等有12个人，透明的问笔录，一直到今日这个透早3点外，将12个人拢总请回。是讲是安怎负责人会使这紧就离开？到底敢有因为市政府的压力？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至于中心冇做回应。今仔日透早，好心肝门诊中心无受到主疫苗风波影响，照常营业。为了调查清楚，昨暗时台北地检署找负责人柯金川、北市卫生局疾管科姓吴的科长等12个人。先后在好透早全部转去，相关负责人会使这么紧离开。法界人士讲，没有交保，也没有申请羁押这样子程序，显然是司法单位认为说这些人的犯罪嫌疑程度是非常低的，因此就直接释放他们，也不需要再进行后面的司法流程。来看柯金川进前的讲法。6月7号。我们接到卫生局的通知，我们有资格施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们也被告知必须当天施打完毕。这句话爱第一天就甲占全部资源，嘛讲是安怎会互遮尼侪诊所相关的人注射？这就是因为市府的压力。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陈宗彦为着不好类似的事件搁发生，要求各县市卫生局要提出报告。那行政调查会要求各县市的卫生局要提出这个相关的行政调查报告。司法调查的部分，那相关的地检单位或者检察单位会已经检调的部分会进行这个深入的调查。现阶段我们就依照这样的顺序，那才可以将我们的防疫。整个防疫的措施达到最好的效果。目前规件案件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诊所到底敢有特权，也是倒一个部分出问题，拢互外界真关心。